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泰國。今日係2025年5月5日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今日最重要嘅泰國新聞焦點。由打擊非法賭博網站，到寮國邊境發生武裝衝突，再講到娛樂綜合體引發嘅爭議，同埋美國關稅壓力下泰國點樣應對經濟問題，一樣唔少，逐樣同大家慢慢講。888線上賭博網被瓦解，警方查出6億泰銖資金流動。泰國警方最近成功搗破一個大型線上賭博平台，名叫888，背後資金流高達6億泰銖，震驚全國。根據 Bangkok Post 和 Medican 等多間泰媒報道，呢個平台已經偷偷營運咗2年，期間吸引咗數以萬計賭客，遍佈泰國各府。今次行動由科技犯罪鎮壓部門主導，警方花咗好長時間進行網上監控同資金追蹤，終於鎖定主機位置同洗錢流向。行動中一共查獲咗約5000萬泰銖現金與資產，更發現整體資金運作竟高達6億。呢個賭博網絡用咗多層代理制度，同時利用假公司、地下匯兌，甚至二線電商平台掩飾資金流向，洗錢方式相當高明。政商勾結疑雲，幕後黑手與政治勢力有關。更令人關注嘅係，有報道話平台幕後金主可能同部分地方政治勢力有牽連。呢單案件被視為警方對正經黑金勢力一次正面反擊。青少年賭博危機成癮率飆升，政府準備收緊法例。除咗破案本身，今次事件亦再度引起社會關注年輕人沉迷網上賭博嘅問題。根據泰國青少年賭博防治中心統計，單係2024年就增加咗30%以上，唔少人由貪玩變成負債累累，甚至犯罪。政府正加快修法，強化封鎖與刑罰條款，打擊線上博弈平台。延伸分析，呢宗案件唔單止係一次成功嘅執法行動，更係一面照出泰國監管漏洞嘅鏡。喺經濟前景唔明朗、收入困難嘅情況下，越來越多年輕人被呢啲快速致富陷阱吸引。但最關鍵係，如果呢啲平台真係同政界有關係，咁對政府打貪同司法獨立將係一大考驗。突發新聞2：寮國邊境交火，流彈射入泰國民居。喺清萊府接近寮國邊界發生咗一場突襲事件。有不明武裝分子襲擊寮國軍方據點，導致雙方開火，期間有流彈射入泰國一家民居，所幸冇人受傷。事後泰國軍方即刻派軍加強邊境防備，同時透過外交機制同寮國交涉。事件相信同毒品走私有關，顯示泰國邊境安全仍然相當緊張。政治焦點：娛樂綜合體計劃爭議升溫。總理帕通坦欽納亞最近不斷為娛樂綜合體計劃護航。佢話希望可以刺激經濟、吸引投資、解決旅遊淡季問題。佢話會學新加坡模式，加強監管，例如設財力門檻同背景審查。但反對派就質疑，政府其實係想包裝賭場成娛樂區，會加劇賭博成癮問題。國會本來4月審議，但而家延至7月，社會上對呢個議題仲係好大爭論。政治人物皮塔想9年後再做總理，阿努廷捲入爭議。前進黨嘅皮塔話佢9年後會再選總理，引起政壇震撼。為泰黨議員就質疑佢過去政績係咪值得信。另一方面，副總理阿努廷因為被傳話俾國安機構 ISOC 列明，捲入風波。軍方澄清佢冇喺黑名單入面，只係報告中提到佢講過支持皇室，大家誤會咗。安全局勢：南部炸彈襲擊，緬甸邊境戰事擴大。南部那拉提亞府發生炸彈襲擊，導致1名警員殉職。軍方即時加強警戒，亦表示暫緩解除戒嚴。佢哋話，如果 BRN 武裝組織唔派高層出嚟傾和，和平會遙遙無期。而喺緬甸邊境，KNU 武裝勢力繼續推進，泰國要面對南部暴力，寮國邊境事件再加埋緬甸戰事，壓力真係爆煲。經濟壓力，美國以升高關稅，泰國急轉型應對。美國有意對泰國徵收36%關稅，加埋電影稅爭議，出口壓力爆燈。政府已經揾司機等美國公司溝通，試圖減壓。前總理塔信建議要重整貿易政策。其他東南亞國家都唔好受，例如越南仲堅持8%增長目標，馬來西亞就加強同中國合作。相比之下，泰國真係要快啲轉型。公共健康，炭疽病在現加草藥入醫政策引關注。1名病人死於炭疽病，係30年內首宗，引起社會恐慌。疾控中心話唔會人傳人，但有處理牛屍嘅人被驗出污染。政府又提倡草藥入醫，希望減少進口藥依賴，但醫界有憂慮藥效同副作用，建議審慎推行。
另外，研究發現，泰國人嘅飲食習慣令死傳染病大增，政府呼籲減鹽減糖，提高營養知識。社會事件，外國人爭議事件頻發。最近幾日，好多外國人喺泰國出事，有美國人因 ADHD 藥被捕，波蘭情侶喺柏岸島裸體，英國租客破壞芭提雅公寓，中國男子疑殺跨性別者。事件引起民眾質疑外國人守法意識，政府可能要加強法律教育同旅客行為管理。災難進度，國家審計處大樓倒塌調查未見成果。審計處大樓倒塌造成109人死，總理批評調查進度太慢。雖然有官員話90日內查完已經快，但社會唔買單。目前調查工作去到地下層，各部門分別調查緊。事件反映建築安全漏洞，同時亦顯示政府內部溝通不足。文化與生活，星戰日慶典加郎朗音樂會。今日係星戰日，全泰國好多地方搞活動慶祝。中國鋼琴家郎朗今日喺曼谷開音樂會，門票幾乎秒殺。另外，素林虎搞大象契道儀式，美國博物館將會歸還毛里南秘道文物。文化部感謝有加。結語：泰國多線受壓，未來路向未明。總結今日新聞：泰國現時內有博弈爭議、邊境危機，外有貿易壓力，再加大樓倒塌調查緩慢，政府面臨好大考驗。娛樂綜合體計劃是福是禍？人民會否因此更有安全感？未來值得繼續關注。大頭釘多謝大家收睇今日泰國，記得留言話我知你中唔中意睇泰國新聞，有支持今日泰國就會繼續出現。記得訂閱頻道，冚埋個鐘仔，下次見。